我講嘢先啊！啊，你諗住開始唱歌先？中意咯。我諗住講嘢先。好啊，OK，咁我講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i， 你哋食飽未啊？定係未食飽？啱啱開始食。我係超彤啊！大家好啊。好多謝大家嚟到今日去睇我哋嘅表演啦。咁我覺得咧我唔可以每一次咧去到最尾先介紹樂手，所以我決定一開始就要介紹佢哋先。係啊，因為咩反高潮啊？因為係高潮嚟㗎。OK， 因為陣間你哋係會睇佢哋係一齊表演嘅，所以你哋都要知道咗佢哋係邊個先。好，我哋由左邊開始。我哋有 Andy 喺 on drum， 跟住我哋有佢要出鼓嘅 effect 啊！跟住我哋有 Kayla on bass， 跟住我哋有 Edwin on 吉他，同埋佢係今日嘅 band leader。跟住我哋有 Gordon on keyboard， OK， 同埋有超通 on vocal， 多謝大家。OK， 好啦，咁咧，我今日咧準備咗嘅歌咧，就好似大部分都唔係話太過正局嘅，咁有少少咯，但係通常我啲嘢都比較 energetic 啲嘅，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呢份嘅力量啦。而今日嘅第一首歌咧，係一首我好耐冇唱過嘅歌嚟嘅，咁咧，然後我再去唱翻呢首歌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啊，原來有啲嘢咧，自己一早已經寫咗俾自己㗎啦，所以送俾大家，乖乖。這年頭似怪物不知不覺轉改到手，不要問，只要做不需思索，聽教別出走，為何最大的舞蹈動作一致斬枯燥大道，離群亦可何來犯錯，世間太刻板太落後，忘掉崩壞的遊戲，銘心刻骨刻上背景，誰話點燃的人沒有心聽，曾經意像荒謬能讓你跪拜心中要求，以什麼愛引誘你要躋身上流，想到笑納復仇，從此只討好的觀察，這對怪不退後，乖乖在埋頭。這年頭教學徒生於此世，卻滿足感受。不要問，只要做不需思索，聽教別出走，為何最大的舞蹈，但沒有姿態走高雅大道，離